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17，诗篇113篇50到60安尼讲：一水亲像耶和华，咱的上帝啊！伊坐伫至悬的所在的，伊家己谦卑，观看天顶地下的代志，三甲来祈祷。坐伫至悬的所在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大，有权能、荣光、胜利、威严，创造天地万物，掌管世上万物的至悬上帝。主啊，你的伟大搬过这个天，你的荣光遍照伫全地。主啊，日时原无阁需要日头的光，暝时嘛无需要月亮的光照，因为你要做阮永远的光。上主，你是阮的阳光。主啊，世间人算什么？你竟然安尼看顾。主啊，阮的一生拢在伫你，只水亲像你，阮的上帝啊！你坐伫至悬的所在的，你家己谦卑，观看天顶地下的代志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